喂，如果你而家65歲，袋入邊有500萬蚊，你會點揀？留喺香港排6年隊輪公家安老院，定係即刻拎住500萬去廣東住100尺花園大屋，仲有專人24小時巡房，日日有護工問你食咗未？快啲留言話我知你揀邊個，哈哈！我係發財哥，專同大家講有用資訊，得閒分享收息、保本、退休生活資訊，希望你日日開開心心。今條片我哋分開6部分：第一，簡單背景同最新數字；第二，鮮為人知嘅內幕；第三，發財哥5大獨家精輝觀點；第四，真人真事個案；第5，醫療痛點實測；第6，記得睇到最後有終極爆料。如果想知最新秘聞，想快過朋友知最新猛料，記得即刻訂閱埋開龍。首先講最新情況。立法會數據透視出咗份報告話，截至2024年6月，有 9.96 萬個65歲以上香港長者住緊廣東，10年上升 40.5%， 即係話每17個香港長者就有一個已經北上，呢個數字係歷史新高，佔全香港170萬長者 6%。但係發財哥要同你講啲好少人知嘅內幕，其實好多長者唔係真係移居，佢哋係候鳥式，即係冬天嚟廣東避寒，夏天返香港避暑。好似我個客強哥咁，佢話香港夏天熱到似蒸籠，廣東有冷氣有花園，點解唔嚟？結果佢而家一連住8個月廣東，4個月返香港，啱啱避開兩邊最熱嘅時候。第二部分，點解咁多人北上？最簡單就係平同大。香港私家安老院一間細房，無窗無廁所，38蚊一個月。廣東泰康之家100尺兩房一廳，連護理費先至14人民幣，即係香港1/3價錢，面積大10倍。發財哥同你計過數，香港38蚊可以住到100尺，廣東14人民幣約17港幣住100尺，即係每尺先至9.4蚊。香港每尺380蚊，差42倍。但係發財哥要同你講真話，唔係人人啱，有啲長者住咗3個月就翻晒香港。點解？因為悶。廣東養老院雖然大，但係好多活動係打麻雀、唱卡拉屋。如果你唔中意呢啲，會好孤單，就好似將條金魚由細魚缸放到大泳池，游嚟游去都係得自己。而家進入重頭戲，發財哥5大獨家精輝觀點。第一大觀點，北上養老唔係窮人先去，係精明人先去。住廣東泰康嘅50幾個港人，70%係公務員、老師、醫生，佢哋唔係無錢，而係識計數，每月慳20蚊，一年慳貨140，10年慳140萬。呢140萬放喺香港買樓收租，夠晒供多間廣東養老院。第二大觀點，政府計劃其實好正，不過好多人唔知。廣東院舍計劃而家有11間安老院，一30零個宿位，香港政府找數，即係你排緊香港資助宿位，等咗6年都未輪到，但係可以即刻去廣東住。仲有香港社工每3個月嚟探你。深圳宿位入住率有66%，但係肇慶得3%。點解？因為深圳有港大深圳醫院，醫療有保障。發財哥教你揀院舍唔好淨係睇環境，要睇附近有冇3甲醫院。第三大觀點，醫療券大灣區計劃係真金白銀。2024年已經擴展到19間醫療機構，178萬長者受惠，但使用率得1.2%。點解？因為好多長者唔識用。發財哥上個月陪妹姐去廣州中醫醫院，用醫療券睇跌打，原本要800蚊，最後只係使咗20零蚊。妹姐話：發財哥你唔陪我真係唔敢用。第四大觀點，候鳥旅居係未來大趨勢。泰康之家全國34個城市打通，今日住廣州，聽日住上海，後日住成都，好似龍仔咁。佢話：我而家一年4季住4個城市，春天杭州西湖，夏天青島啤酒，秋天北京烤鴨，冬天廣州煲湯，住到80歲都未悶。第五大觀點，北上養老最大問題唔係錢，係孤單。好多長者話雖然有護工，但冇親人。發財哥建議千祈唔好一個人去，最好同老友一齊，或者加入香港人微信群。容叔容姨住黃埔泰康，已經有個平均年齡82歲嘅香港人微信群，日日食完飯唱 K， 仲話自己係後生仔。講真實個案，龍仔73歲，之前住香港公屋，每月退休金12蚊，住香港私院使晒，而家住深圳泰康100尺單位，月費13,800人民幣，仲包3餐。佢話：發財哥，我而家每日朝早打太極，下晝打麻雀，
夜晚睇內地劇過緊神仙生活。梅姐81歲，獨居，仔女移民英國。佢話仔女叫我去英國，但我去咗2個月，成日食薯仔，悶到發癲。而家住佛山唱響匯，每月12人民幣，仲有香港社工每月打電話問候。佢話而家每日種菜養魚，過得比香港充實。強哥89歲，住廣州黃埔，之前住美國30年，仔女都喺美國，但佢話美國睇病要排3個月，內地即日睇即日攞藥。佢同太太一筆過俾20年訂金，住到112歲都夠。哈哈，醫療痛點要講真話，最大問題係大病，小病用醫療券搞掂，但真係有大病，可能要100萬。發財哥建議買埋內地商業保險，內地平安保險有款專為港人設計，65歲都可以買，每年交20人民幣，保障100萬，好多住泰康嘅港人都有買。政府今年下半年有新計劃，1000個攞綜援嘅長者，每月額外俾5000蚊等佢哋入住廣東院舍，即係話長者拎住綜援住喺廣東，政府仲會俾埋零用錢。發財哥估計下年會擴展到2000個名額。終極爆料，發財哥收到內幕消息，2026年會有港人專屬醫療區，廣州中山大學附屬醫院會開一整層專門俾香港長者，醫生有香港執業資格，可以用香港醫療券，仲有講廣東話嘅護士，到時翻上去養老真係冇後顧之憂。總結嚟講，北上養老有啲似買樓，位置最緊要揀深圳、廣州、佛山，醫療同交通都方便，千祈唔好貪平去肇慶、江門。雖然平大醫療麻煩，發財哥建議65歲之前先去試住3個月，唔啱心水即刻翻香港，始終香港係我哋嘅根。最後，發財哥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，記得 like 訂閱，下次想快啲睇片記得訂閱，唔好俾老友快過你知。發財哥下條片再見。